有个问题，乔小姐，NG 的应该不是吻戏。咔，情绪多一点层次啊！再来一次吧。不语音了，嗓子疼。怎么了？今天有一场戏，导演一直不满意，NG 了好多次。好久没 NG 这么多次了，好尴尬的。过了吗？过了，但还是有点沮丧，求安慰。最后成功了就好。你这安慰太敷衍了。可能失败对我来说太家常便饭了，已经习惯了。不要压力太大哦，于老师。本来你们的工作就是很复杂、很艰难的，科学本来就是在无数的失败中前行的呀。所以你也是啊，任何行业想要突破都很难。一起加油。原来这就是有灵魂伴侣的感觉。我真的是超级体贴的，安慰失落的男朋友什么的。有个问题，乔小姐，NG 的应该不是吻戏。失落的男朋友果然都是幻觉。